帮忙，好好好好，跟老师，洪小姐，快，来看看啦。哦，跟昨天看了，看好。哦，天气热，食较凉的。哦，俗俗的尔，嘿，20块20块。酸仔茶吼，天气热，食较凉的。哦，典藏师来捧场。哦，甜咸好啊！哦，豆腐的味道。浩然易德、花衣传德、宝光剑德，精益神元商三位。更正纪念馆。民国94年8月21号，礼拜天下午要办成人大状元读经会考，世界各地的道亲来参加。园游会晚上有晚会。会摊位，园游会摊位。前总统蒋公中正纪念馆，三民主义的本质伦理、民主科学，三民主义的本质中华文化精神。您来哦，谢谢，是阿里嘎多哦。我们走一走。日本的道歉。好。我们去里面。看交通。要小心，要跟着啊。日本的道歉呢？好，日本人啊。谢谢，是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日本的道歉。日本的道歉。谢谢，叫做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はい、好。外国道亲哦，外国人哦，日本人的道亲哦，日本人来参加活动。哈哈，造型很特殊哦。哦，造型很特殊。造型很特殊。园游会表演舞台。请你们不要踩那个草上面呐，不能踩草的上面呐。爱惜花木。哎，弟弟，走旁边不能踩那个草上面。不要踩草，拜托。哦，这里是读经大会考，有考场了。我家音乐厅。国家戏剧医院，这边是国家音乐厅，中正纪念馆。
京会卡，儿童区、成人区都有，世界各国的人。评鉴老师哈，集合了，赶快！你们是评鉴老师吗？山光盛堂，有听到我讲话的举手。有听到我讲话的举手。手套现在全部戴上。手套，好棒。再举一只手，手套戴上，再举一只手，不管你有没有在吃东西，先把东西放下。最后的时间是最重要的。还有，好放下。等一下起立的时候，第一件事把衣服全部扎进去。我刚刚已经看到好几位衣服已经掉出来了。上场服装最重要，一定要给我扎进去，不要用卷进去的。卷没有扎没有用，跳一跳全部会掉下来。好，到齐哦。那一边为什么有人站着？大会舞哟。为什么有人站着？大会舞表演吗？稍微往前挪一点。好了。我家音乐厅。这样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后面没听到，有没有问题？表演大会舞啊！好，再一次。D1人数到齐了吗？D1。不走。D2到齐了吗？D3。到齐。好，刚刚还没到齐的再回报一次。B1。B1还有人不在，还有4个。B2。C3。C4。差一个，C5差一个，C6。跳大会。准备出发好几级的地方，D往那边走，D往那边走，其他的。跳大会舞啊！哦，学界的道亲这么多。对。那个。跳大会舞。第一的，哎，全都往 D 往那边走，好，开始动作。好，大家加油啊！我们一起动员吧。好，再一次，我们喊1、2、3，大家预备，1、2、3，来！好，不错，一定成功啊！好。这是读经考试区。曾经的导师获得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大家庭优等第一名。那么从小呢就聪明敏锐。好，热烈的掌声，谢谢玉山华光盛唐信乐团他们的演出 ，Step up the great performance。好棒，好棒啊！晚上活动还有一幕，晚上晚会还有投影荧幕。玉山华光盛唐信乐团是由王少元老前人创立于民国72年，现有团员500人。团员500人哦。并且成立了6个分团，玉山华
光社团信乐团所成立的宗旨，就是要以音乐来教化人心。那么我们也知道，玉山宝光圣堂圣乐团呢，他们更连续在民国23年、24年、25年、53年哦，同时呢参加台湾区的音乐比赛，获得全国优等第1名，评定为全国最优良的民间乐团。那么同时在90年又参加了这个89全年度的音乐比赛社会团体组的国乐比赛，荣获优等，实在太了不起了！我们是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Thank them again for this wonderful music performance. 这是会考题。我觉得值得感恩的里面有海内。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性别，全宇宙都一起进入了白羊新世纪。这是全世界的福音。那我们手牵手，心连心，一起来高唱白羊乐章。白羊福音的传承。The era of the pencil This era is one with all the salvations of all movements, with no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onality, ethnicity, gender, or social positions. Everyone can receive the God. Everyone can return to our passions. This is the mission of the new era. Let's all get together and enter this new era of revival. 哦，宝光崇德正堂罗敏慈小朋友，你的父母亲在医疗站等你，谢谢。白羊服务的传授已经跨越了第1个100年，犹如旭日东升的朝阳，给宇宙带来了温暖、光明和希望。Gospel of the One is provided for 菲律宾的道亲吗？ still like the rising east sun. It brings hope and light all the world. 一个岛是一个充满真气、活力与创意的岛屿。我们有好多好的白羊福音，想对全世界宣说。接下来，由来自全国114名、640位的同学，这些崇德的青年志工们，他们将为我们带来的带动唱表演，有话想要对你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崇德青年志工的带动唱表演。Let's welcome the youth volunteers of 崇德 Group. 心里有话想要对你讲。时代已经转到，哇，年轻真好，新青年点亮生命都是年轻人呢。全世界都充满着无限的希望。我们秉持着圣贤的志向，迎向大同理想的先乡。我们的心像热血高昂，准备开始起航。这是崇德青年对白羊新世纪新气象的期许与理想。
上。让我们再起热情的双手，欢迎崇德青年志工所带来的《大家一起来》。好，各位伙伴们，请跟随着我们伸出双手，展现出我们最灿烂的笑容，最有活泼热力的精神。来，伸出我们的右手，加油！伸出我们的右手，打打气。好，待会儿拍拍我们的双手。好，给我们自己掌声鼓励鼓励。好，了不起了！我们这一群崇德的青年志工们，他们都是人文、人武、人动、人静，非常优秀的，与世界都有各大专院校的国手们。他们有充沛的热力、满怀的热忱，有胸怀、精进不懈的精神，在野兽生活当中学习、付出、成长。怀壮志，立品牌，惊喜磊落，连品牌。发起人幸福牌，集齐力的划时代。好开心哦！他们真的是热力充沛，一个个非常灿烂的笑容。希望祝我们的考生今天会考官们顺利哦。三字长，20班，大人健康道德班，怀壮志，立品牌，惊喜磊落也品牌。是的，我们都是好同事、好伙伴。太优秀了，真是不赖耶！让我们以灿烂的笑容，欢喜愉悦的心情，以及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穿礼服哦，穿旗袍礼服，接待贵宾的。总统入场了，穿礼服呢，就是要迎接陈水扁总统入场的。是宣导大人。一般是考区，大状元考区哦，还有外国道亲来了，世界各国道亲来了。但是我对他没兴趣，是吗？在那边要改变那边上班了。总统陈水扁先生致辞。
总统好。还不能从这边进去，来，绕那边过去哦。来。
是中国国民党本部哦，在中正纪念堂旁边。Chairperson of the World Alcohol幸运章。还有我们一贯到世界总会。靠边排老前人。加油！高！我嚟叫你哋，靠边个你在见？你邊個嚟回得？普通的地了，我見到。普通的地了。3分鐘。然後你搞好來，還好看到總統想幹嘛？可以。好，別來。哎，那小朋友。這個燒點。哦，進來你看人家抓，看我抓。啊，小心走，不要受伤啊！这里是不能走的哦，知道哈？哦，好哎，那就好。哦，都是叫那个带动唱的青年哦，然后是做列队欢迎，迎接总统陈水扁先生到来。610位哦，110个都是。2点多了。哦，那就好，那就好。等一下，你等一会哦，你好。公益什么新义单位都有？啊？新义单位还是宝光还是？宝光单位啊，81的哦，好棒。谢谢，好棒啊！81重头单位。可是有点可黑新闻太可惜，又不是假钱才来的好吗？陈大都单位，81。
哎，等下咱行地抓路来啊！没事啊。人可面啊，我去搬走。那前咱差不多行地抓来啦。我对遐去啊，啊，伊来对遐去啊。啊，迄边有路。有啊，绝对遐去啊。哦。好好，感恩感恩。好，谢谢谢谢。哦，前人呢？哇，照顾前人，照顾老前人哦。哦，好多国家、国旗，那么多种，国旗好多种。放紧啊！啊，袂炸着。要紧啊，袂炸着啊！不会遮到，不会遮到。我咱来啉一杯咖啡啊。看不到了，我们去这边照。接下来
景之美，好美啊！东边是金光祖师，右边东边的是左边是孙慧莲师，还有彩虹哦。那都年轻人，那是便衣警察呀，还是这样说，替代役的。那边也有穿警察服装的，是警察学校的吧？跳舞龙啊！交换会区。高班的问题，没有，就不接，高班。他已经够进去了，今年举办台湾高赛福星大会，世界各国造星，看看这个。哇！这样，这里好一点。这个看了越南，越南它越有啊，对咱好不好？红色啊，是橙色。看掉。他刚刚来，接待吗？刚刚有接待。清空，他这个青年要买，我们要介绍一下，辛苦了。你今年几岁半百。我定咧传播，前面那八公斤，挂碗菜。阮拄啊起来，遮含你共看过来，起来就跟你讲，有戏有演唱会啦。我嘛想看你干啥，我明仔日创啥我嘛唔知啦。我说今仔日，我就知今仔日礼拜日啦。是讲这比赛是关到机械的比赛。免钱的哦，爱钱哦。老主持人他说100多人，那里面在这里上9点半，那里面来这里举行这个活动，要不要？要钱啊！租这个多少钱？这个要钱。你们关到了，我们那里
姐姐，静怡姐姐来，静怡姐姐来，谁来？妹妹，妈妈去买妹妹给她。哦，那就。台北101大楼。好多学生来这里。Chinese scientists and also their branches doing it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all these methodologies and intentions is to preserve the Chinese languages as well as to uphold the whole principle and ethics. This identity should really good of all time all over the world to participate in the general examination of the readi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o enable the religious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t is a beautiful and valuable act. 是吧？透过党的不精进，还有非正式为生于中华文化，向这个真显的根基玉为本体，带给世界真实的。All these groups stand for greater Chinese culture's anti-evolution and revitaliz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with its event, which certainly wishes to require the extension of really Chinese cultures and the real peace and the world. And here,